总统蔡英文昨发表新年的谈话，这也是伊落任进前最后一摆。伊讲，这8年的政绩，也呼吁民众大家呢一定爱伫大选的时，用这个选票来替台湾做上好的选择。也拿这个中国的主席习近平，伊是搁再强调统一是一定爱做的。蔡英文是回应讲，这两岸的未来应该着爱透过这个民主的程序做回来决定。 如果问我这8年的关键字是什么，我会说是世界。世界的关键字是什么？那一定有台湾。以控制处第一天总统蔡文发表任内最后一摆新年讲话，讲8年任期政绩包含客观，台湾国际能见度推动国防自主甲改革，强化经济竞争力等。最后伫个大选用选票为台湾做上好选择。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春贺词内底，伊明确表示，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各必该同时介入选举。 蔡总统回应，两岸未来应该透过民主定数来决定。两岸的关系，要和气和从哦。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符合民主的原则，那以台湾人的共同的意志来做这个决定。 蔡总统也希望两岸应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找出长远稳定的共存之道。外界关心蔡文是不是认同伫竞选的赖清德副总统进前提出将中华民国宪法当作两岸的护国神山下带来财产的讲法。伊指出，是国民党主张用九二共识做基础，甲中国协商互动，将九二共识甲宪法参照回讲，所以互人真忧虑。9·2共识、一中原则。 1国2制就是3位一体的对台方案。如果一味的附和9·2共识，只会将台湾人圈入在中国所定义的9·2共识。沟通固然重要，但是以主权来交换，未免也太沉重了一些。中华民国宪法不是风险，跟9·2共识的连结才是风险。 蔡总统强调，家己甲赖清德拢是照宪法定相关法规处理两岸事务。另外，在野党批评8年期间死刑执行真少，蔡总统指出，台湾无废除死刑，目前死刑犯拢伫行实现定数，死刑废除牵涉议题正宽，政府会努力预防犯罪，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安全网顶制度。记者综合报道。